全台北龙安女性资敬堂北家将成立到达120年，已经订立做民俗保存团体。女性资敬堂是全台湾北龙安5大条之一，今照惯例登去祖庙拜寿。家长团讲5月要举办庆典活动，推广家长文化，希望会当改变社会对顶头的歹印象。 民俗一笔一画当咧开面，画甲真有路，哪画哪比较完道，就是要呈现上界传统的面谱。家长经过开工仪式，准备出阵，这就是全台北龙安女性资敬堂北家长团，嘛就是调步正能宫的家情。这个长团对1904年徛关到达2架子，每当因照惯例对接福宫、步练到元和宫祝寿，为了庆祝120周年，因头摆拜寿了后，伫境内设境祈安。 写实这民众来见证历史的一刻。即马伫外口听到拢是8+9这种污名化的物件，所以我感觉政府也是讲咱百姓拢爱去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，啊，真正有了解，伊就袂互污名化。资敬堂是北龙安5条之一，咱的面谱嘛是按阿公师，就是柯天将阿公迄个时阵都传承落来，按即马拢无去改做。 重大的改变，基本上拢是用较早上古早的面谱来画。伫清代到日本初期，迎五福大帝出巡是地方重要民俗。苏当时为了响应迎五部送运仪式，为求才成立这个众团。1915年大巴年事件，因虽然受到一寡影响，不过游园克服困难，经到即阵。 那保留传统的出军仪式，订发甲家长编制，今年伊嘛正式向登录做民俗文化资产保存团体。伊也得到咱台南市政府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定啊，起码代表咱规个社会对于咱这个传统的宗教文化，以及对着女性资敬堂因对这个家长艺术的推广一个上大的肯定啊。做难得的机会啊，所以嘛是借这个机会继续来带咱家长证明，来带外口的人对咱家长误解一个较好的目标，互因看。希望讲对家长有兴趣的会当来这学习。 啊，咱继续来传承来安尼。女性资敬堂北家长团指出，5月会举办家长体验参导相片展览等系列庆典活动，嘛按算未来要成立文物馆，通互大家更加明白家长文化内涵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